大家好，歡迎你收睇菠蘿媽講故事。今日要講嘅故事係石頭湯。從前有個細細個嘅村莊，村入面啲人都好窮，仲好驚陌生人。有一日，兩個女人行到村口，好肚餓，但全部屋都關住門，冇人肯開門。佢哋敲門問：可唔可以俾我哋少少食物？村民答：冇呀，我哋自己都唔夠食啦。兩個女人對望一眼，冇放棄。其中一個笑住話：咁唔緊要，我哋煮石頭湯啦。村民聽到即刻呆咗。吓？石頭湯？邊有得食㗎？女人執起3粒滑滑嘅石頭，放入一個大煲入面，加啲水，放喺火上面慢慢煮滾。村民好奇圍埋嚟睇，女人一邊攪下攪下煲湯，就話：其實呢，石頭湯如果有少少鹽就會更好味。於是有個老婆婆話：我屋企有鹽，俾啲你哋啦。過一陣，女人又話：如果再有少少蔬菜就完美了。又有人拎咗幾條紅蘿蔔同蔬菜過嚟。之後有啲人加咗薯仔，有啲人加咗豆，有人仲帶咗肉。煲入面嘅湯越嚟越香，成條村都聞到香味。最後大家一齊圍住坐低，一齊分湯飲，笑聲滿滿。村民發現，原來只要大家願意拎少少嘢出嚟分享，就可以由零變成擁有好多。小朋友，喺呢個故事入面，菠蘿媽學識咗3樣嘢。首先，分享與合作。當大家願意拎出自己嘅一小部分，就可以煮出一大鍋美味嘅食物。合作令不可能變成可能。比起一個人嘅力量，合作嘅力量更加強大。第二，從分享中獲得快樂。當村民貢獻出自己食材嘅時候，佢哋都從參與同品嘗美味嘅過程中，得到前所未有嘅喜悅。真正嘅快樂係來自分享，而唔係獨佔。第三，創意與智慧。兩個女人冇食物，但佢哋用智慧同創意，令石頭變成引導大家分享嘅鑰匙。創意可以幫我哋解決日常生活遇到嘅問題。記住啊，小朋友，當你願意分享，願意思考，願意同人合作，你都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加溫暖。如果你鍾意呢個故事，或者你覺得呢個故事講得好好聽，不如俾個讚好同埋訂閱菠蘿媽講故事，鼓勵菠蘿媽繼續講多啲故仔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！